台南市是全台上大山野產區，玉井、南勢、南華、左鎮等地攏是重要產地，平均一檔產量超過8萬噸。今年因為開花順利，結果樂觀，預計產量會大幅提升，讓農民歡樂，繼續會受到衝擊。現在所有初估會超過2成至3成，所以呢，我們一定要先找出所謂的外銷市場運費的提高，還有我們這次因應中東它的這個戰爭危機，燃料費都增加，所以我們一定要未雨綢繆。每當單價繼續崩落，才開始處理。立委陳廷輝邀集農業部以及地方相關單位開協調會，要求提前因應，其中韓國對台灣山野免稅措施至到6月底，也毋過台南山野7月份才進入主要產期，恐驚影響外銷競爭力，要求農業部爭取延長免稅優惠，協助農民拓展海外市場。第一階段，如果說我們輸銷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達30公噸那我們會有20萬的獎勵金，也是比去年增加的。在第二階段達到50公噸的話，我們有再核發一個30萬的一個獎勵金啊，這個應該說是不疊加啦，就是看你達到哪一個標準。還有我們的加工，我們如何加強加工產業，也就是要先尋找冷鏈系統。我們一定要把果先收到冷鏈，才能夠協助我們加工廠去做產業的輸出。陳廷輝經濟部要求中央啟動2+2加工收購獎勵機制，同時希望玉井農產冷鏈物流中心會當量早啟用，優先協助山區山野存放加調節，降低農損，提升整體產銷效率。另外，對着規格較細、表面損傷的山野，陳廷輝也要求農糧署提出專案企劃措施，避免農民賣不出去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